找找台语的人情味，超切。自细汉讲台语讲到大汉，对我来讲，台语练转是理所当然的代志。毋过自从开始写台语文了后，我偷偷发现，因为长期性受华语甲环境改变的影响，其实我的台语已经淡薄仔走精啊。真侪传统台语的话语，虽然还阁听有，毋过因为平常时啊无咧讲，所以嘛渐渐得要袂记了了。超切，即句较早伫庄脚定定听到的话，即马真罕哩听人讲，意思是安排调度。譬如讲，中秋节还未到，阿爸就已经咧悄悄要喊麦的代志啊。搁譬如讲，啊你若遐尼敖，啊无拢交互你去超切好啊。搁再譬如讲，较早大人定定咧骂囡仔，册毋读，规工干那知影悄悄要去倒佚佗。超切，安尼讲，毋知大家敢听有？